艺术水阁好，搁将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讲世间第一出名的负心汉薄情郎陈世美。看到伊的牵手真香莲幼囡仔带来到京城，要甲伊相认，竟然甲伊的牵手讲：贤妻啊，你若有带念旧感情，就唔通担遮甲我掠骹掠手啊！即句掠骹掠手是台语的成语，斗四字的，甲骹甲手有牵连。你讲我知国情啊？咱讲一个查甫人安尼手不动三宝，叫伊做一个工课啊，讲伊尖骹右手。咱讲吼无影无正的代志，风声放影，讲甲有骹有手，这拢骹甲手有牵连的成语。啊，即句掠骹掠手安怎样解说？陈世美的口碑对答已经讲出来，讲我上京考教，来遮得功名，做状元，娶公主，做驸马，我的事业才长要发挥，我的名声长要建立尔。你煞来遮甲掠骹掠手，甲我阻碍，是啦，掠骹掠手就是阻碍的意思。啊，毋来干那即句哦，陈世美愈讲愈兴起，本来用个哀求的真香莲毋落软。讲你敢无想夫君旧感情？你要上京考教是我借钱，互你做搬船路费。陈世美竟然起歹面，讲你搁带幼囡仔来到遮，分明是要甲我颠骹半手。咱用手用骹做比拼，就上介简单啊！你，因为咱看到手红甜，骹红甜，颠骹半手，咱就知影，毋免搁加解说，就是你来甲我缩绑嘛。即句话，即句成语解说就是缩绑。所以陈世美真正话讲愈咸，讲嘛真香莲，讲囡仔带来，幼囡仔根本就是甲我颠骹半手，要阻碍我。即个话听几句，但是真香莲即个坚强勇敢的女子，共款无退让。共款甲表示讲，你若安尼，你会无好买，你无情无义，你是在令人怨恨。但世美前换国甲你用的，讲你若搁唔走，开始甲大声甲你讲，你小查某，我要甲你起骹动手。哦，国情啊，讲解文说理，讲甲你骂人，唔是做戏的效果，就是要表白即句起骹动手。啥做起骹动手？这都唔免咱加解说嘛，骹动手啊动，就是讲要甲你争啊。啊，毋是干那甲种尔，咱嘛知影，负心汉薄情郎，搁先讲世间第一出名陈世美，到尾啊是叫人去抬真香莲，你甲看外形就好。总是讲一站大家拢熟悉的故事，搁种是要用短短的剧情来甲你表白，讲确实过去台湾人做生意用骹用手去动头壳，想出即个互咱好记细腻的生意啦。